大家好，我係 Cyrus，歡迎你返到嚟同我一齊學廣東話。今日我哋會比較下香港同呢啲地方邊個近啲呢？近啲，近，遠，近，遠。香港同呢啲地方邊個近啲呢？我哋會計佢嘅直線距離。準備好未呢？我哋開始啦！香港同澳門、香港同廣州，邊一個地方近啲呢？答案係澳門。香港同澳門嘅距離係64公里，而香港同廣州嘅距離就係120公里，所以香港同澳門係近啲嘅。第二題，香港同東京、香港同首爾，邊一個地方近啲呢？近啲呢？邊一個地方近啲呢？答案係同首爾近啲。香港同東京嘅距離係2888公里，而香港同首爾嘅距離係2098公里，香港同首爾近啲。下一題，香港同新加坡、香港同吉隆坡，邊一個地方近啲呢？係同新加坡近啲，定係同吉隆坡近啲呢？答案係同吉隆坡近啲㗎。香港同吉隆坡嘅距離係2515公里，而同新加坡就係2568公里，所以同吉隆坡近啲，爭好少。下一題，香港同伊斯坦布爾、香港同華沙，邊一個地方近啲呢？答案係同伊斯坦布爾近啲。香港同伊斯坦布爾相距8016公里，同華沙相距8275公里。香港同伊斯坦布爾近啲。下一題，香港同倫敦、香港同紐約，邊一個地方近啲呢？香港同倫敦近啲，定係香港同紐約近啲呢？答案係同倫敦。香港同倫敦嘅距離係9626公里，而香港同紐約嘅距離就係12960公里啊！所以香港同倫敦係近啲。最後一題，香港同布宜諾斯艾利斯，定係香港同波哥大近啲呢？答案係同波哥大近啲㗎。香港同波哥大嘅距離係16984公里，而同布宜諾斯艾利斯嘅距離就係18463公里。香港同波哥大近啲。今日我考咗你哋6條問題，你答啱咗幾多題呢？留言話我知。你知唔知你住嘅地方同香港嘅距離係遠定係近呢？留言話我知。如果你想學更加多嘅廣東話，如果你想學更加多嘅廣東話，記得訂閱 subscribe 同埋俾個 like 俾個讚好我。下次見，再見。